非常之高興呢，就係政府能夠拎到呢個區議會嘅改革方案出嚟。因為呢我自己呢就係做咗實驗呢，就係2008年我就係喺大學走去呢就係參加區議會選舉嚇。為的是嗰陣時就係話呢，希望呢區議會係咪多啲透過選舉產生嘅區議員去改善民生。結果呢，我嘅痛苦嘅經驗呢就係喺2012年呢，當區議會係冇晒委任嘅時候呢，區議會開始異化，就係呢大家只係為咗選票，就係唔理民生，以至到呢區議會我一直深信應該扮演3個功能。第一呢，就係協助政府改善民生，化解社會矛盾，協助締造和諧社會，提高社會嘅規劃發展，同埋扮演政府同埋市民嘅溝通橋樑，為政府把脈，就全部都做唔到啦。我嘅經驗呢，就係我晚晚去開嗰啲會呢，就係特登係令到嗰個社區撕裂，從而呢就係大家去攞到唔同嘅選票。因此呢，我其實係喺比較早嘅時間呢，亦都已經係向政府提出。同埋呢，係覺得呢個區議會呢係必須要有返委任嘅議員，仲有呢，就係讓各行各業都可以參與到呢一個區議會嘅工作，先至可以發揮到呢基本法97條嗰個非政權性區域組織，為乜嘢呢？為環境衛生、文化康樂等，呢啲就係社區老大難嘅民生問題。所以咧，我係100%咧非常高興今日咧政府嗰個改革，第一係聆聽咗民意，第二咧比我哋想象係更加多好嘅建議。嗱，當然喺嗰個區議員嘅參與資格咧，一定要係愛國者㗎，唔使講㗎，搗亂分子係冇資格喺香港係參與我哋嘅政府架構，同埋呢。就係包括呢啲地區民生嘅組織，但係如果佢係翻嚟係為民生嘅嚇，係保住我哋呢一個嘅愛國者治港嘅底線，我哋非常歡迎。所以就唔應該再有反對派同埋建制派，就係愛國者治港派同埋為社會民生好，咁你咪嚟咯嚇。咁你自己認為冇嘅，咁你就唔好參加啦。第二，我特別高興你哋有呢個履職監察機制，呢個呢，就係除咗愛國者之外，你確實要做佢區議員嘅工作。咁我覺得呢個嘅提議係非常之好。第三呢，由政務司司長同埋副司長分別有一個領導架構同埋專組呢，我又覺得係非常好嘅建議。因為我哋以往做區議員就係過唔到地區嗰個官僚文化。你譬如我就係講衞生已經係好難嘅，咁而家有上頭睇住呢，我好相信呢，你哋係一定可以即係做到嗰個工作。最後呢，對於係變成44個大區呢，我就非常高興，因為呢碎片化同埋令到雞毛蒜皮嘅事情係佔據晒我哋嗰啲討論啊工作時間，我經歷咗啦。即係我唔希望呢，就係下一屆都仲係咁。所以你哋有44個大區加埋委任，同埋呢一個由地區委員會產生嘅熟悉地區工作嘅區議員呢，我相信將來喺民生規劃同埋一個大片區嘅規劃呢，就唔使好似我哋以前為一個街道就拗餐死。所以呢，我呢就係好支持呢個嘅方向，同埋呢，我希望呢日後嘅區議會呢一定會做得更好嘅成績。咁我希望呢，其實喺呢度我作為有3屆直選區議員嘅經驗呢，我希望市民係齊心支持政府呢一次係來得不易嘅方案。梁議員嘅意見其實即係我好睇，即係多謝阿梁議員呢，佢真係做咗有區議會嘅經驗呢，真係好睇得通、睇得透嗰啲問題，所以就明白點解我哋整個嘅方案就係希望可以做好地區工作，呢個就係我哋嘅初心。OK， 好，下一位陸漢文議員。多謝主席。